我唔知，就是正少家己啦，慘啦！呢啲我冇讀車過，哎呀死啊！哦，哈哈，唔要緊啊，你嚟教。冇教。我都講下我愛寫一個18千嘅 dissertation 係落嚟 semester 啊，一個 semester 過了，我是不是應該有9千嘅字？你猜我係幾個字4千。？6千啊！冇啦，因為當然做 research 嘛，當然是寫唔出。對，你度邊 collect 一個嚟寫。嗯。咪嘅對起啊，只看等我考你。Press wrong again。OK，我去做一後底嚟練先。只你哋聽啊。拍攝。OK，我等下實啦嚇。OK，等我 soundboard to ghost stories。係。各位聽者，歡迎落嚟嘅你學嘅節目。這禮拜我能夠做對嚟講故嘅故事。這禮拜我哋大家嘅是老焦。Hello，各位老焦。那麼就可以念第一個對啦，自拜我啲都老師。個有新椒好椒雲，出事啦！你屌嚟同佢講話，搞到驚啦，搞到。你個那老椒對那阿韓念第啊。嗨，大家好。我好多人看第一家人。係哦。係咪嘅？我係laundry泡。Oh my god! Oh my god! 你laundry泡差唔多俾佢都病滾了。等陣，so infection 幾時處理？你看 laundry 泡？幾時 stay 好了係三冇知嘅。哦，清氣嘅。然後個要緊，是我人到啲 Skype 合併嘅，新椒頭一擺唔是第二擺嚟參我人講嘅阿喊家大粒倉到啲車嘅落邊，等我咪講邊度嘅鬼個事歡迎。然後 OK，所以特別每啦，因到啲車咪叫唔知啊，等我行嘅成講死啊嚇。所以你就是個聽鬼個事是阿喊啦，還是大粒倉是聽鬼個事？係咪？攞你本書教我。哦，一路家己有鬼個事喎，家己捌經驗過，還是聽過，係唔驚鬼個事要咁講？有幾哪裡嘅話咯？嚟，誒中毒有啊，中毒。哦，係講毒嘅啊？我聽中毒咧，個聲咯。中毒有咩？等下我笑啫。等下我把手喊過，中毒有。你講冇哦，中毒冇啊？中毒嘅古仔講潮兵嘅唔知啊？講超波潮兵嘅啫。哦嚇，你驚嘅？你個你啊，聽線啊你。你寫咗你做冇啊？上年個咩？應該冇啊。嚟嚟，Kiki，講句嚟。嚇？講句。嚟講下，即係啊。多謝。我已經計落 B 先，個爽就特別靚嘅來。定到我講條，我咪是要聽 podcast 時候，我準備開始做邊啲學嘅 podcast 時，定到我做我自己阿媽 podcast 時候，我是希望邊啲個人會到啲邊啲嘅落去錄音啊，使聽你嘅來聲。所以我聽到時，我係感覺到成個我到短期我定到細漢嘅事，就是當然就嘅落 B 聽到邊啲嘅落 B 嘅聲。有人講鬼故事就嘅落 B，看到好像講佢哋鬼把刀都攏教。嚟講你講中毒係咩？把刀攏講就要講哦，聽我講話吧。頂擺嘅時候，我聽過是 scout 咯。伊人講 scout 人教我講報名嘅時候，我中毒嘅主任哦，有去嗰個新嘅 block 位哦，直念經嘅哦。念乜咩經好經啊？
唔知哦，兩撥勁哦，maybe。哦，就差兩個往聽就見啊。哦，當時個阿妹，當時嗰時阿妹去到底就係 camping 嘅時候。啊，伊個主任會揸 maybe 6點蚊，先嚟 block 到定念勁嗰啲啲。先嚟 block 是在路我都唔知。block 咩啊 ？block from 6嘅 block，我往 from 1級嘅 block A block B， 誒唔是啦。我未曉你未講。先嚟 block 嗰啲啊。先嚟 block，迄個我西門嘅啊，我西門。你唔知西門？西門係咩？我你正嘅位，你正嘛？就嚟邊啊？就嚟先嚟 block。哦，我聽到哦，迄個舊嘅，迄個三星行拍到了起過迄個先嚟 block，OK。啊，對嗰邊。迄個轎車棚嗰邊嘅白架車，特別浪漫。對。正嘅我真係正嘅。哦，係一傾，聽到我睇個朋友仔哦。哦，你邊嘅啊？嗰陣時，班仔夫啊被車會是當兵嘅嘛？聽到？然後啊，對。然後另外一個 N 是我位 class 入邊個，講我接幾頭整嘅 block 喺入邊嘅。然後聽到是真老呢，就伊是把賭嘅啊！我到底去看，想要去看，我想去冇我拍到而家變到去新嘅 block 嘅啊！當佢係咪有死站嘅嗰時啊？真老啊 ！OK， 你黑兵啊，伊走去黑兵嘅念經嚟講，伊特別黑兵啊，你真能看到，我聽到是本是啊，不你 scout 嘅人同我講嘅啊，就是到啲黑兵伊會看過去，當嘅圖書館那邊啊 ，library 位啊，你會黑兵有看那金崩到啲阿妹嘛？黑兵會看到嘅，看那金崩。伊當時看到隻阿伯啦，隻阿伯到底邊後尾咧就我等你咁幫啦，面度被接嘅嘛。你看到隻阿伯，伊家隻男，可能見嚟上邊嗰啲搏，可能見到。多金崩嘅嘢，我面。不到底我等嘅南邊咁包南邊。啊，放咩實嘅，真係20點啊！啊，你行，佢係奇怪，真係看到你，你真係到底人啊，下邊咪是邊啊路，你先入落又咪是邊啊路，就去個後尾近點那邊嘅咯。對。伊行過咧，看到一個 uncle 咧，伊咪是想講哦 ，OK 呢，特別冇必對皮，安怎伊呢暗到啲下邊，伊就行出大門哦，一直到行去後尾迄個尾我去咧 Form 6 block 時，個看到 uncle， 特別行冇上 direction。你冇捌看過啊？是別人我別人講，我捌家己，我唔是我朋友看過咧，有甲我講嘅咯。啊，到啲人嘅禮堂嘅樓頂嘅位吼，啊，你禮堂嘅樓頂嘅位正出邊，當然唔知有啦，當然變咗先生辦公室去啊，條路人嘅事，樓頂。特別我人聽到使去時，我人聽到是學畫圖啊，就是到啲下邊嘅咧，你畫圖嘅 club 就係到邊嘅嘛，你一定有成啊，有一快，當然做先生 office 去啦。特別斜落去啦，佢朋友，但是你看啲向到啲咧，大嘅頂一邊啊，正手邊咧，正手邊一間再間啊，我捌聽人講，伊到啲佢朋友聽到，成個有吼嘅聲，吼嘅聲，查某吼嘅聲，然後人去開嘅門起來看到嘅時候，看到一個查某。無頭特別抱了一個 baby 嘅，嚇！然後我捌聽過啦，我究竟捌看過啦。แล้ว個另外一個，即是我家己朋友啦，唔知伊好啊唔好啊唔知啊。แล้ว是個另外一個，就是到啲，哎呦，我再講下你，到底係另外一邊啊？哎呦，伊成日做啲 mirror image from 特晚嗰時嘅 blog，到底另外一邊。St. John 是黑邊嘅，個我人嘅厝嗰邊啦，我大厝嗰邊嘅 gate 啊。黑邊 block 嘅，我人聽到係是到啲 Form 4嘅 block，我叫做 Form 4 block 嗰邊。你伊後尾就是有啊，我係搬到啲邊嘅 Form 4，啲 Form 2 block。แล้ว伊嘅門是喺啲鐵嘅，然後啲鐵咧拍嘅門啊。拖鐵嘅，細咧冇咩接，冇咩開。
因為樣行到啲啊咧，你知唔知是幾年是？唔知是50年？冇啊，冇可能50年。唔是100年啦，冇傾著啦嘛，好像100年、80年啊，80年還是70年啊、60年未記。我讀出來是 ，anyway， 所以樣咪是有 exhibition 咧是樣特別大嗰啲係個啊，學堂裡面搞樣嘅，樣有隻節目上嘅 trophy 啊，睇到比賽就到面搞，但係就上就行去學堂嘅行都冇事做，所以就行過下邊時就聽到拖到頂嘅聲了。你知嗱到頂啊是到頂開始鐵嘅嘛，頂到是咧查的，你聽到人拖到頂嘅聲就係，誒，後面咩嘢？呢度照到時照入去伊個房間看無人。就講你走入去往入去裡面看，就伊個 TMV 暗嘛，所以冇咩開嘅，就冇攝咧，伊指先開入去咯，你入去看下面物件，看無物件嗬，行嗬，直頭踩到走出來時，每個時候眼會走嘅走唔出，後尾走出來，走到啲 corridor， 走去頭先，我感覺就成個走一隻股走未夠呢，可能伊成個伊 corridor 變到一隻燈嘅，伊我聽你，你是正咧，不要笨做啊！人家了一定的人做在去嘛，一人就去了走出來是人驚，噶啦做在走下，笨做唔加去只慢幫助，所以人幫助到啲 trophy 入面，係咪？冇人知，真是冇人知。OK， แล้วรู้ก็สิจะสิว่าอีกกี่จงตุเลยก็สุแล้วรู้อีกกี่จงตุนี่ก็ไม่มีอ่ะสิปาลิกุยก็สิเป็นจงตุเลยปาลิกุยก็สิ我講嘅就係中零嘅，這是真奇怪啊！頂擺我入 Form 1嘅時候，有大王一年4年，伊是一種甲屬甲宗教嘅物件啦。伊有大，伊直直記了迄個 lab 嘅位啊，迄個頂擺慈湖嘅位啊，中零有一個位慈湖嘅，迄個我你 science lab 啊 ，science lab 個我見點兵伊有講伊邊有鬼，伊會用伊用往做實驗嘅時啊，伊會用迄個火。一用可以燒掉佢佢嚟 block 嘅。呀！你成日去燒嘢啦你啊！一燒嘢，一燒，一直幾入邊講有鬼先，只隻鬼係燒嘅了，有鬼。呀！有可能有啊，嗰邊只字本嚟嗰邊。等鬼後，伊就冇讀去啊。Oh my god！一燒去啊。Oh my god！你唔知是燒㗎還是而家只一看到人？是啊，未以前有看了，唔知啊。哦，伊是放滿啊，係較大個女還是大個女？伊大我一歲，伊是甲我上小學嘅。哦。我知伊是大我一歲，咱我過後一年過後我甲接中零嘛，接中嘟。then 到我 Form 1是Form 2，所以Form 2嘅時候做安尼數出來咯，所以 after Form 2伊就冇讀嘅。哦，喲，嗰邊冇人吧？看嗰邊就是只，嗰邊就是你看哪邊冇，同埋人講邊你家己幫安哥暗幫咩事件就嗰邊哦。哦，你大邊。science lab 只點解人講啊？樣行過 science lab 時，咪是人看到嘛？就啲樣你在 science lab 時，咱玩機你行入去時，伊是倒手邊嘅嘛？一般是倒手邊嘅嘢，然後伊有藤個了嘛？然後伊個門 lock 掉咧嘛，有時人我捌聽過你告訴講，人行過迄邊時啊，伊 prefect 行過迄邊時，伊看到一個學生咧，一學生到啲迄邊位吼，坐掉一班嚟 lock 掉，特別唔知是人是鬼啊，特別到啲裡面，伊每個都鎖掉啊已經。然後個白你鬼嘅白你，好聽你個幾把經驗過咧？大兩倉有㗎啫。啊，我聽。哎呀！唔見啊！你行路咧，濟人免驚。小寶正一路梗係冇病，但我驚落浪狗。冇，有一日咧，我去台灣咧。我舊年去台灣咯。然後我一個朋友伊看到嘅。然後過後咧，伊個酒店名才講冇出名啦，台灣安尼去。其實講別用嘟啦。你使嘟羅餅咯，羅餅嘟。哇！星嘟是星嘟學校，然後星嘟學校是嘟係咪學校咧？係咪嘟學校？冇，以前個 hostel 然後就 guest house。哦，OK。然後過後我就去咯。你那邊有哪裡面床嘅嘛？那邊就你幾人？
四個人一房哦。OK。OK，然後伊內面嘛是有道理面床，然後中內底有一個桌頂嘅嘛。然後我朋友看到嘅，伊就入去，伊講：你困覺啊？你先叫我困覺伊。你講，你無講我講咩事？然後就感覺奇怪咯。然後佢又睇住伊嘅程度度。你是內面床啊？內面床四個人困啊？對，伊個內面床四個人困。然後喺你看到伊就叫我繼困。你講。你伊面赤赤咯，我唔知咩事。特別你已經知講，伊平常時會看到，還是你唔知？係啦，我知啊，伊大擺冇同我講嘅。你冇懷疑啦？你冇懷疑？迄時伊就冇同我講，因為應該是伊驚你物件知伊看會到啦。然後伊講，伊叫我該困醒。然後 OK， 我講 OK。然後繼續就伊成都就直直轉咗了。然後就唔知，我就唔知咩事。然後過後我另外一個朋友咧，伊就較大膽嘅。伊講：哎呦，無半項啦！伊講唔知咩事咧，叫伊看咯。然後個點都喺邊，唔係講話，伊係去看咯，伊去看咯。伊成都是喺房間裡面本啊。對，因為大班你細細嘅成都啊，係主嘅。對，然伊係去看嘛，伊去看，然後佢就冇嘢。然後過後我出去咯，去廟小咩事咧？然後過後咧，我喺你朋友度同我講啊，伊講：你真係咩事？我叫你講一困咯。伊講：有一個物件大喺你面床嘅位，所以伊叫我解困醒。伊叫我去警掉你面床，然後佢伊講，佢哋物件應該是大波嘅咯。你講伊看起來無驚人嘅啦，伊講應該是大喺頂嘅。你叫我解困醒，然後你學到咧，真係少我個多3節咯。喲，你特咩一still有啊？特咩有？是啊，對，應該是有啊。所以我特咩？變做2人3人困咯，係咪？對，應該是5個人困。然後大擺我驚咯，我就成講我困醒咯，我講你戲好看，我講叫人看醒，然後我困醒。因為我你驚講你未困，你驚講你半夜是請起來是看到是咯。我驚講隔了困了，剩我一個無困到。你有感覺就無爽喎，你係實在，你比如講你知啦，你都無拉沙條面。伊講了還好啦，無講拉沙條面啦，有時講有一暝暗暝時哦。我就去搞嗰邊做增加嘅，係加增加。我咪使加增加啊！係，然後我加咧嗬，然後就興意一樣就成個，迄時我無到12點幾1點咧，我就興意啊。然後佢後我成個樣阿妹過嚟以梅證嗰度，伊3、4點嘅時有人帶梅證。然後佢後我成個樣鐵佗咧無管樣咯。然後繼續我就去睇梅樣嘅時哦，因為我樣就無人鐵佗喎。我唔知成日嚟啊！可能是喺你有。隔先解本嚟隨路啦，一年幾多條未接。你幾個4字啊？佢國會，佢大會證，佢大會證，因為今年有聽冇幾場。因為我困已經我白啊，然後我困我你到頂嘅，所以跟住到頂就是喺你。唔會啊！你幾個名稱？特別是你看啦，你是。你無插你啊，往時就啲 hotel 你話sao成啊？但是你家己一人大嚟講係哦，你朋友，還是你參你朋友嗰做一大朋友，你朋友嗰咧有啲下朋友嗬，個聽到每單嘅時，還是各每時你就請驚就會。但是個阿名啦，報名啦。係啦，報名啊，咁你困咧，我就唔知有請冇請啊，我家己一人就。你唔敢走去你每看住個考場上面。唔係啦，你想啊？我驚咯，你再攞小到啲面場會驚起來是啊！你再卡隻學到伊接門嘅時咪是然後邊一大勁嘅，然後卡隻啊！你隻彎格去看到嘅時，有一個人跳到啲門入面啊！我哋驚看到你驚。我看到驚嚇！你看到學到係驚嚇，後尾 reflection 一堵入面就只胖嘅啦，有隻人睇下只看到你嗰隻胖嘅。是哦。即係大擺你長啊，你長小水時伊驚茫茫嘛，有陣時你冚小水時伊變無茫嘅時啊，但你看一個人到你後尾，我想坐啊人，我小姐曉，我想坐起啊，嘛究竟用喺你磅嗬，切可以 clear 起啦，不是只切，你就看到大隻餅咯，阿姨哦。不，阿是在出來時看到一切下邊有隻手嘅隻，到對。嚇，手嘅隻。特別係你做嘅話，假啷咁樣做啊？你俾喊嚟朋友嚇，啷你先你就係見特別實嘅，有時嘢補嘢嚇，你係你 shaver 啊，
cream 啊 shaving cream 啊，換到啲手位啊，一指到啲白白嘅，你碌個切起啊，可能嘅時一掉 steam 嘅時候，一個人你有 shaver 嘅白條一白布嘅啊，所以你看到隻手指啊，啊是你寫字本啊寫 I'll kill you。Prank。媽呀！會驚死啊！條車驚死啊！你啊！喲！你上本啊，做人嗬，我做我驚。真啊！你講咩？我講，你有隻龜告訴我。歌詞啊 ，OK， 講龜我唔知物件。啊，我是早起，我大致早起，我是6點，有陣時5點幾就6點，我車啊嘛。啊。車我去長水啦、幫曬啦，咁樣，because 我載我囝去讀冊嘛，因為我囝未請過嘅，但到時可能，因為個6點9嗰時7點半我去叫伊嘅，然後我裝好水，去到，然後我聽到有囡仔叫我，我想講我囝叫我，我聽到叫我，想啲樓頂來嘅，然後問想講伊請，因為伊唔白肯叫我嘅就，唔白講啲樓頂叫我。媽咪哦，叫媽咪嚇咯，我成嗰陣時叫我咯，你我走起來咯，走去旁邊看，我一開旁邊嗬，你看到伊就車喎，伊就起來喎，伊起來咧我冇問伊，因為我冇問，冇你架車啊，但當時嗌我叫伊架車，哦 ，I see， 你當時直頭車，你教我落去啊，你伊冇講下面嘅，我冇問伊是唔是叫我啊。我冇問伊嗰個，你直頭去裝水咯，裝水了，你起車嗬，起條學堂嘅時候，一直甲我講咩哦？我本唔知做咩，我就是冇問伊，你是唔是叫我哦？我本冇問伊咯，伊家己講聲，伊講頭早我真驚，我聽到嗬，我困嘅時候，我聽到有人喺我邊啊喘氣嘅聲，然後伊做迄個喘氣，伊個做迄個喘氣聲，我聽嚇。一做一下，然後我直頭跳出來，我直頭跳出來，因為伊款得好笑，伊喘氣啊野超，成個佢伊接我，響起來，你做我哋超做呢嚇林西，然後我冇，你知我未落山嘅你嘛，我直頭跳出來，你會安怎？你會驚我咩？然後我本，你有可能一聽到伊呢，一聽到咧係你叫媽咪嚇。我有問伊，你有叫我無？伊講無，我無叫你，我家困甲按掉你起來找我加起來，我唔敢叫。哦。然後我佫聽，因為伊唔捌安尼款過嘢都，唔捌安尼款叫我誒，唔捌款早起款叫過我誒，唔捌咧。唔捌款早起。然後你驚，你知你驚嘛？你驚，我唔知你驚目睭有咧目睭呢？你有成啊？有應該4歲就有啊啦。哦，有誒哦。特別無4下應該有啊，當然無。你把每可能伊未吹過出來有暗暝啦，我唔知啦。未必有人較慢啦，較濟是4歲、3、4歲就有了誒。是有可能伊有，你唔知咧？可能有我唔知。有可能伊有嘛？講。我朋友會驚咯。特別我不要緊咧，伊有無我是叫伊接受了冇嘅。你會明白伊嘛？意思就。我有問伊，有陣時睇我有問伊嘅。然後伊本無咪講咯，伊無咪講伊看到我上面，伊特別伊知啦，about 就開 concept 咪㗎啦，伊看到有啲人伊知安尼 concept。無伊唔知，伊無咪會知，伊白女是知 monster 可能嘅呢。伊舊位朋友就我時候咯，我點解講過嘅故事？monster 可能嘅呢，伊唔知安怎嚟了。迄日伊我早出嘛，6點幾天暗嘅時間都去學堂啊嘛，6點幾迄日也買麥當勞嘅車啦，所以叫我早去麥當勞邊。然後我6點幾出門啊，你講咩啊？你講但你講暗嗬，迄個鬼應該是愛早起嘅時，迄鬼應該是愛困了，伊人甲了去困了，伊講。救命！你講物件，我聽暫時唔知愛笑還是咪笑，你講物件。你都做一笑就一皮做出來，等陣啊！一做咧，時候我直頭笑出來啊！我因為應該是真叫你嘅嘛，我未有我直頭笑，我哋一邊笑。
你演咗係一個結潮啊？是你講誒四人面潮啊？冇攞一人唔係，我唔我林西我每日都會記先，幫你時都參我落音落怪上落，你係時都有記，係時一站係時都冇落去都記。no，冇咩講，如果物女冇丟喺邊整我講，點解大佬講嘅看病？哦，特別聽到時都有驚嘅時你話會出事。我讀到係recording嘅嘛。我當時就是 recording 一站咧，你同我講即係當時你咧冇落轉咯。是，特別係時我愛國驚啊，阿妹愛直直幫咪起來。唔是喎，你是阿輩成驚個事，你有驚一站咧時你有落แล้ว站嘅時你影嘢都冇嚟，你唔使教我講。特別我落嘅時我差唔多個半年啊，半年成嘅喎。我落時讀百多嘅。你是 first episode 我已經是讀百多嘅，我 first episode 已經讀百多。我記。你是成驚攰了嘅時，不，我就係你成驚攰了嘅時，你停，佢哋是。我停啱啊，因為個驚。愛困。愛困哦，但係阿妹愛起來照令。上個是冇毛病冇來喎，冇毛病歡迎。我可能冇毛病。沒有掉也蠻。冇毛病沒有掉。แล้วก็ฮับเป็นก็เดียวอาฮัม Hello 聽到啊聽到啊聽到我假如講我真 blur 啦我成日講過你 drive 我做架來接來兩度講鬼咗咯鬼啊你但係咧未見過羅定嗬歷史啊 Hello 未見รู้啦我哋是叫你未啊佢是รู้啦我未見錯你裏面我驚跳唔掉冇得直看落定嘅啦，係嘛？即係 OK，阿冚家代入親過啲個。有啊，有啲個。啷教班啊？啷教念招嘅？教咗治療咯。哦，然後你講咪鬼講少個，我未聽過。講隻鬼啊！我係廚嘅咯。哎呦 ，OK， 來。你啊，等我陣。我係朋友，嗰時上去就看咯。嗰陣時上去就看。一來我係廚。有個伊就問我，伊問我，你廚上就一個老人個穿迄種巧克力厚厚嘅衫，像迄種白底嘅布嘅。伊講古早啊，伊講坐這邊嘅。一記啊！你所在我看啫。了佢我講下時啊，古早係嘛大舊人嘅嘛。特別伊勁無啲啦。你講下，伊講這嘅，我講下時啊，古早係嘛，特別這邊咯。阿妹也食米螺啊，米咧個去困嘅嘛，特別這邊咯。伊個講。所以伊知啦，伊捌拄過女嘅嘛，特別伊知講。伊講一個老人咯。哦。伊講這邊嘅。伊講巧克力。伊個講巧克力色嘅喎，長嘅喎。哦，喲，個二年咧，個危險咧。你叫你朋友嚟參啊？冇啦，嗰陣時我看到嘅嗬。嚇。伊 pass 來嘅。哦，伊看到。necessarily 是有件，我是會看到定買物件嚟。哦，伊是成個伊 memory 啊，伊樣行過路啊，你看伊看到伊是伊歸來伊是看，伊蝦米物件啊？我聽到。我聽到。小人啲配頭冇嗰時錄。我聽到是。我好像有估就是啊，後面哦。你冇意思啊？你睇先，我冇聽啊。有。27。我實講是人配頭。呢，我就讀啲聽啦，記啊㗎26、27秒啦，嚇。唔要緊啦，特登話落即係 topic 就啲有別得了嘅嘛。係啦，喲。你看到啊？你看到成個過去了嘅人嘅會看到係過去了嘅嘢。哦。你叫你朋友嚟參問講啦，你朋友又講緊話哦。會啦。或者是叫佢嚟參問講啊。OK，我介紹佢聽啊。你現在冇個聽啊，你是看平時甚至看到一度外啲 entertainment 咧，做咩聽入邊咧？我記得啊。有時聽咯。叫嚟其實。特別我未照佢嚟講。要照嗱，到 Skype 就影㗎嘛，phone 啊就影咗。
你唔得啲啊？一擺啊？一擺，會使，但佢只本咯，11個是。OK 咧，別人係幾個是你要聽下啊？我有一個講，我有一個。你講先。แล้วโอเคว่าไอ้ classmate อ่ะอีจังคุยเขากับว่าก้องเนี่ยแล้วว่าจินฮวาฮีโอเคว่าก้องสุก้องอย่างนี้อาโบเก่งนะอินต่อเก่งนะแล้วอีที่หมอตุตัวโอคอตุแคมปัสเก็บอยากจุขายแล้วแล้วแล้วอีคนในสีเหรออีตัว feel เดียว成個有人有物件跌了伊安尼款咯。幾地？了伊學幾地啊？了伊就講，伊就甲我講，伊笑着，伊講我當你真善了，你會使甲我 fuck off 無？我無時間來插小路嚇，我愛困了嚇。了伊就 feel 着迄個會無得意咯，安尼款咯。伊就安尼款錯伊咯，伊講我真善了啊！發 alpha， 我有當時咧，我做工嘅時，我先有感覺，我覺得，因為我平常時我把酒杯無面看到物件嘛，一定就是我同你講，我 Snapchat 叫，當時我看到頂面咧，我看到咧，後尾夾 camera 出嚟，翕我做工暗嘅，啊是我本時間講我真無影嘅 ，please， 我 stay 我做工真暗，就是講我真無影嘅事啊，所以我講我真無影嘅，我無影插嗰啲物件。有時，因為我頭腦計未成日直接笑咁，就阿妹嚟做啊。就安尼款咯，簡單嘅故事。OK， 講了。我見到咧，快啲困了。再困。阿漢你使去困咧嚇。哦，我未使，冇困，呢度試答。我見到咧。OK， OK， 我有一間嘅廣告啦，即我冇係咪大嗰邊嘅 ，so most of time 是空嘅咯 ，so 有一擺嚇，冇水準，冇 ，so 有一擺呢我有帶一間嘅華南嘅 friend 去，伊講伊看到物件嘅咯。個台其實物件咩？看你個喲。所以那一直去啊，是那一直。actually 我帶去 specifically the purpose 就是講給去看嘅，給去看 scan 好啊，給 scan 好啊。所以那去嘅時候，一看咧，伊咧一直去。迄時嗰時暗暝啦，所以我甲伊講，我講，你講啦，較定講較咁講，所以阿多人就落去，落下來時候，伊講，actually master bedroom 裡面有 something，but 伊是看唔到 ，but 伊是伊會 feel 到，伊感覺物件，伊是看唔到嘅啦，伊是會 feel 嘅，用 feel 嘅，但係講有 something，but 迄個物件呢？唔是講真 strong 嘅物件，然後伊是maybe 伊是看講你即個位無人大，所以暫時 just 來大照大隻homeless ghost， 然後然後伊就你看到嘛 ，OK 咯，唔是我冇講佢，冇去管嘅隻啦，所以 whatever 咯，然後後尾就第二年就是講要去，有時候我要去睡互人，那時就迄時就是講我即我partner就出來一個伊個 friend 去，冇看會到嘅，即間就是看我就看會到嘅，但伊冇講我哋全部有物件咯，話你是但我無大，因為切樓還是咩？冇，實在未知講，鬼啊！伊時間我頭卡，時間頂面都有影響。然後OK，so 然後 anyway 呢時，然後唔是講แล้ว然後我講OK，我係我知啊嘛，即係件 because 呢時你知我係 friend 你同我講啊，然後本時冇去學校冇去參加嘅啦，然後OK，然後就發現冇特別 concern 啊，是講是驚或 something 乜啊，所以發生的第一呢就是講
你湖好啊，那意思也样，哈，样嘅 temple 你如果想拜这线路嘅嘛，所以แล้วยังเลย线路就出一个湖，是不是哇？好閃啊！所以你話要出就湖，所以講嗰啲湖呢係你出 ，OK， 所以嗰度都好就係 afternoon 啊，我先我應該嘛，just 玩起去，那是係起外。出去啊 ，just 悄行 something， 所以就係我哋自己嗰時，嗰啲好多一個 drive， 成隻 envelope 你看嚟面啦，然後我哋行去開啲嘢戶嚟看，嗰時我 just 行到頂嘅，我 suddenly 我就聽到from toilet 嘅位嚇，佢 toilet seat 嘅聲，我 toilet seat 是企掉嘅，我冇行落去，但係 toilet seat 係講 against 你 system 嘅位啦，係一頂嘅位咯。所以 on 這個 afternoon 位唔是講有落雨是係咩嘢？即係佢哋物件，佢哋到咗時，安尼當物件，安尼唔得啲去講掉你。伊個唔是冚落來，伊是安尼。係一直冚嘅一聲咯。就是如果我開掉你開嗰個係到到底嘅嚇，一直冚嘅一聲咯，唔聲嚟。你刺激個例子啊？Not really lah, because I mean what's lah, what maybe 對陣講講 sensitive 還是冇知啦。Not really 冇，我個見去看講，是到底是喂到底是拍架樓落來，你冇拍架樓落來吧？意思你到底是就係叮當叫，然後講到話你頂入面。所以我是奇怪咯，講一直朝通過迄隻文字走去。我有一條就講 maybe 是安尼看咯，就係一下一跳，嚟接嚟講嘅，一隻跳入去安尼看啦，咧是伊 on the way 落去是講到伊迄個到了迄個習慣。伊落嘅，伊是跳落嘅，伊是跳落嘅嚇。然後一頭咧打伊卡落成咗，手落是割到伊邊啊！可能啊 ，I don't know。然後當金冇啦，香港好貴啊有啊。你唔知講有？唔知 ，because 我未隨出去咯，我冇去嘅，冇去看。有等於我去站吧，不是冇行咯，冇聽到聲。所以成日奇怪嘛，對我講一個 afternoon 嘅時，個無落雨，無風，但 suddenly 係時候你到咗時，你會啲降掉，係你頂嘅位呢？我聽昨晚嗬做節目，我當然 because 我 Halloween 啊，都讓王志榮啊美國嘅 radio 放嚟講幾個數啦，就講幾，伊平時是 normally 是講平常時講個數啦，但係特別講幾個數。伊個小弟伊個小弟地準嚇，講唔知小弟地準了死去，伊準拍唔記，伊決定準全部去啦。有時伊罵，伊就問伊罵講，伊罵講，伊再講，伊知道成日講 maybe 有可能會 rescue 掉走去別個 island 啊 stranded 啊上面啦。然後即係話6個月，可能3-4個月過啊，是 until 6個月。伊講伊度伊家己上來，伊就學府，伊講是想講 maybe 伊小弟個有啲過嘅。伊講伊計嘛講嘅時候，即是3個月，伊計嘛講無啦，要有啲事嘅。嘛講我知，要有啲事啊。伊度，你知我是人抨擊，是你成好看 ，maybe 有。still 有啲個佢除掉啊，是特別嘛嚇。then 伊度伊只講只古啊鬼唔知佢6個月是只怪個話咧是，伊講好像咪只咩嚇 ，feel 到一個 energy 嚇是只驚嘅 energy 啦。
伊唔是，伊講伊唔是，你哋一個驚係 feel 到成個人，佢哋物件咧 energy 是成驚。你講伊未看到，特別伊講伊會 feel 到伊，安尼講就有做，佢成叫掉一環佢。伊唔講唔知係咩物件喎，然後有佢哋成個人同人幾個數咋，然後特別就是阿毛，你講伊就冇插伊咯，講伊哋 feel 到佢哋 energy 呢阿咩佢事，然後幾啊時幾禮拜時，伊個再 feel 到。一直到時就啲邊出去時講，一邊出去 feel 到佢哋 energy 來後，成個人講嘅唔係成個人拎住成日係，我就 feel 到佢 energy 後，一看到伊驚，伊就邊出去，然後看伊驚邊感覺就比較震盪，伊就看起時看到伊在經歷每個口就成隻人嚟驚過，哦，嘢嚟驚過，然後伊講佢就 feel 到佢哋驚 energy 咯，所以就懷疑講，真係有可能是。可能是伊小氣嚟，講 feel 到可能是伊小氣嘅感覺。你走去解嘛講，伊嘛講唔是，伊講那是，伊講伊來嚟講，伊就是學我看到。然後過一時，我不得有去走去食個人嘅 food，然後琴日 radio 我冇聽到人做。我開笑到啲車去聽，然後個接特別我不得個有。唔知人聊嗰時，啲都除掉嘅 online，我可以再 try 除佢嗰時。這是咩啊？我冇幾個數。你迄啊 Snap Daily Mail 啊 Snapchat 啊，有一個故事啊，一個紅毛人喺紐約啊，伊嘅房間上個有一個囡仔驚嘅啊，佢 internet 都有嘅啊。還沒來。了，成個外傳聞咯。係啦，跟住啊，我吹啊！呢隻 Snapchat 嘅 account 時仲會講。話啊，啲吹啊嚇！我俾每都諗晒講佢哋 adorable 啊，你白佬啊，當佢 demolish 啊喎。知咩？冇啊，當佢做個水魚啊，唔是？冇，但係我就是講貴是迄個好 area 伊用銀板冚起啊，然後所以啊，伊係你剪冚起，然後就。the way 我起嘅時候，你起白飛嘅時候，是因為我在我 friend 嘛，你時嗰時我聽嚟講我，你我想咱冇看到人路嘛，你時你講 hello 嚇，真係冇看到，你 on the way 落來時候就我再看，如果雙起飛在啦，落來食物件，然後啊對個在對啦，個在落來個擺咯，所以都嘛是起落是包咯。嚇，所以我落的山落嚟時，我第一就一條，你因為用線冚起嚟㗎啦，然後一般嘅 roadside，你時落嚟時我就各看咯，before 你線嘅位呢，你就看到 into the 海邊啊嘛，但一般都冇去啊嘅喎。我知我頂啲我把路個對呢本嘛，我把路對時，我過時特別看 ，because 我叫我爸見後冇人看，即係。大陸語嘛，你 adorable， 冇我冇看到佢啊。Hello， 貼起啊個。咦，有可能是貼起啊。係啦，我貼起咯，貼起啊。我看到阿伯啦，前兩年整嘅時，話你講人個啦裝修櫃嘛，แล้วก็在佢。แล้ว冇佢啊，我覺得對佢我頂住大即我對 Frankie 時到北行時我都冇看到，我攰。我。伊嗰隻黃色物件補起，你未 imagine 講伊會是安怎？我成日未去講伊是到底到路咋，如果冇咪識講伊是到一格嘛。特別我對啊，我咪是直 try 到。但我都冇看到，不過伊只平嘅嘛，你看到伊 building 真係硬看到嘅。冇去啊，阿龍。Oh yeah。伊 building adorable。係咪錯？特別我 feel 就係拍生人響，人講嘅你幾個歲 building 已經。adorable 就係嘛，我爸朋友咪是有，我爸朋友是個樣特別時期咪阿妹無人啊咪，所以實在走去咪自係見啊，走進來嚟厝裏面困嘅咯。然後我爸朋友決定人去哦，然後伊扎起車起來時，伊嘅朋友到底係見佢，係困到啲係索破嘅。所以人講，唔知是唔是鬼，還是阿妹困是見啊？佢哋驚佢嘅。就係特別就係人講嘅啊，就係人講伊困咗，佢車起來時就不想會嘢咯。我咪是。咩啊困？我咪就伊車起來是無想會嘅。
知道。我就早起醒起来时啊，我本嚟困到病啊，一边正就病去。係啦，我頭冇去查，我頭冇去亂嘢。我想到困車，我想到困車時就啲 supermarket 嚟。啊，唔是。俾兩菜。俾幾年時我陪單，我困車我陪單拖靠嘢啫。你就咪突嚟咯。我驚。ด้วย陪單是阿莫嗰度夾去係拖卡，阿莫拎嘛困拖卡。我同你困我隻咯。嚟香港看，但係都冇你阿莫冇嚟香港。哦，阿莫我攞隻當然。攞隻，那你看係阿莫。阿莫是阿莫就4隻呢。喂，我係 pushing cat 啊，唔知啲道路了誒。我一個正嘅講嚟聽啊。Of course I 啦。啦，哎呦，有之前 sometimes 即今年嘅事啦，今年嘅事，特別是 before 等人7個月時啦。我有一未到7個月啊，未到等人7個月，我去考下嘢係做仔咯啫，仔樣兩人嘛是第一車。แล้ว as usual 啦，仔有時就講啊，我們啦過嚟食下面啊，佢只是小妹是亂看食下面，因為我一人我未去吹物件食啊嘛，還是我家己我都去吹人食煮炒面食地食物件咯。แล้ว未ดีไซน์就直直講係我講一行，伊講賣，伊講一行我講賣，直直亂咯。แล้ว just before I 搞運頭，我搞甲大路時啊，迄邊嘅位啊，伊一超波，伊坑地啊，養下只濟人紅光嘅啊。紅光嘅擺啦，但到講嘅人嘅厝買學曬啊，搞到後里邊嘅啊。阿妹時有就係咩 Apple 時6點幾啦。你我計講個大亂嘅時就問幾時啊 ？OK， 這個是我家己嘅啦，我看到嘅啦。我紅險咩？我都甲人舉手，我甲人笑，個人添頭咯就。因為人到底講個亂啊，小正係只阿咪紅一點嘅咯就。corner 咯，佢 corner 一出大落來時都冇看。但啊，你個係咪嘅手，個天頭你白嘢啊？我講冇啦，但係企喺度搭波100、300塊，一個嘅手個手咪嘅天頭嘅手咯。時候都咋？迄個所在無人嘅，迄個坑地是人係啊咧紅光嘅擺啦，拿到光嘅迄個金線啦，一大堆邊嘅啫。刀起啦。一驚甲伊西加過時，慢慢打油過，我就唔敢看。無用誒，一起落車了，可能。你係你我舊家之類咩啊？今年等人7個月阿妹，一個家驚啊！一打油扣掉甩俾伊。誒，冇兩看都冇我比較可看嘅，啲我 screen 嚟嘅。你點樣做呀？打油，打油乜就買啊？但我呢個就廿超個嚇，我同家會嘛，同家會一個有人嚇，正同家個冇人冇看到人啊，你冇看到人，但我有人呢邊嘅我係超嘛，得啦有立腰走。阿莫加咩？冇阿莫加阿達，阿莫加阿達。แล้ว冇แปลไม่รู้อ่ะรู้看到伊嘅時，伊嘅大包你伊嘅人是只平時嘅人，可能伊無想講貴貴，也是無啊。就是伊嘅人是我知講是長人啦，學談麼了100、300塊，真正 friendly 邊啊，有啦貴啦，咋？伊貴成叫 hello 玩咯。哦 ，hello。特別你看到時，伊是上個人，你無想講你再看到就再無面對片。你看到時，我唔知，actually 上到對啦，是無面對片。特別你 reflect 是無面對片。特別that time 點先，我諗啲 discuss 係食下面啫，講個食個白記咯啫。那時候紅一佢哋邊人搞到笑，搞到牙超嘛，搞到添頭嘛，咁咩嘅牙超自己笑嘢咯。After that 你是when 伊講起點先個仔講 ，oh shit， 有真正 friendly 笑嘅邊嚟。OK。but because of that 我冇驚啦 ，because 自己只 friendly 嘛，伊唔是驚嘅嘛。
你 feel 只 friendly 只 warm 成款啊，一只 warm 成款嘅人。你成日看到你 friendly 咧，成日哦，你就看個嘢後，啊，這冇乜驚啦，當然要變變得嚟啊！哎呦 ，boy 死啦，死哇 ，boy，哎呦，唔係，講唔掉啊，已經除到了。因為講啦，我講係背後一邊響嘅，後尾彈咯，boy，你話一直得快掉，你話 ，hi boy，做咩事你對隻狗嘢啊？你對隻狗嘢啊？但係個人聽頭個超我看到。呀，白白咯，白白。Good boy 啊 ，Good boy。你話你借咗狗耳，係個隻狗耳嘛？我愛隻貓。你未使剪頭卡。哦。你有時未使剪頭卡。你隻狗耳啊？你那是看隻龜，你問家姐你講咩？我驚，我唔敢 ，because 個到 basement 啊，我真驚。咪講啊，南西，我平安安尼坐年啊，但係我咪講一件，我唔會俾錢。驚崩西唔敢見。我唔係崩西較驚，我冇，但是崩西嘅龜嚇，我咁樣看到龜啊，崩下好嘅就問。我想。啊，定有一個崩西嘅時，係時無臭啊！我係講，你樓頂能講鬼嘅你好，又講無臭。OK， 誒個地喎，係只看到你阿喊個地，我唔使對。你唔是去包隻圖啦？有，對，唔使我冚掉阿喊個地，哇地個，我個地個，我個地個，我個地，個時候把你鬼講死我。鬼啊！咩啊？阿妹講下先，阿妹上掉啊！我見上掉跟我講，冇影啊，冇影啊。OK。誒，把啲你到坐你看到鬼邊個來啊？係咪？哦，係聽啊，係聽嚟啊。攞嚟睇啊！我上掉跟講啊 ，OK。OK，我成 mute 咗。啊 ，OK。好啊，個老講。啊 ，OK。แล้วอีกตอนเราจอดเนี่ยแล้วก็ชื่อเนี่ยก็ชื่อบอก講到佢日本驚咯啲哦，日本驚特別有聽嚇，我冇聽你講鬼故事誒。驚嘛？唔知去大陸啊，A 啊，是唔是？咩 A 啊？咦啦？咩先啊？我會比較拍緊咯。喲！我想，唔知咧，好似啲聲咧，我錄，哇！拍緊啦，錄彈。個係咪鬼故事冇啊？先呢，我未聽先呢鬼故事啦，你這年講唔使講嚟了。笑話。誒，啷知你gần頂咱古早講嘅故事嘛？講伊gần頂伊滑車落嚟，有一個查某鬼綁架咧，閹掉伊紅嘅頭，係咯。啲車頂嘅就你騎到車去？卡拉 highway 咩？嚇，做戲啊就嚇，我試啊，當你辦咗，做戲啊嘛，有一出戲嘛，我朋友是伊嘅 director 嚟，做咩啊？講咩？啊，我隨你答我。頭先都講掉嘅時，我聽唔到聲，對，下面講卡拉 highway 下面嘅。卡拉 highway 講伊車牌是卡拉 highway 咩？伊車牌嘛，車牌咧時候都無人停可伊，然後是伊就是車頂有鬼騎。哦，哈你故事真正短呢，安怎做一出戲出來咧？同我講嘅就。一個按照拍拖，按照個愛去，按照白膠一輸幾類就。哇！英國中嚟啊！英國中跟毛蘑菇嚟 ，Hello！ 英國中毛蘑菇。毛蘑菇。我跑進去。Hello。歡迎。你講咩鬼故事啊？鬼故事對，你話講個未了嘅啊？我哋講掉叮當。哇！英國中嘅人刀呢？係咪人刀？我錄個人刀啦。冇啦。哇！英國人刀咯，跟住。人刀，人家衰啊！快啲！哦，
哦，你面相淋晒誒，你面相淋晒。有，係。他咩名？你看，我比較看我 Haunted Hotel，哦，唔是叫做 Tut Hotel 啊。呢是叫做 Haunted Hotel。Haunted， 唔係當然做鬼戲全部都好嘅嘅事。Haunted。就是禮拜四。我馬來西亞啊。馬來西亞，我朋友是導演是我朋友誒。哦，導演是有咩名？韓國嘅戲嚟是冇？本地嘅係哇，本地啊 ！Rion Lee 是最啊，唔知。我朋友誒嚇。會啊。有我愛。大波愛。你老是成個Highland Tower 誒嘛？啊對，伊是唔是Highland Tower？我看下。有咁樣。Highland Tower 係咩名？Highland Tower。哦，講多嘢啊！嚇，你唔知啊！一落開啊！一落開發展過樹誒，落 A and 落 B。啊，雲頂嘅個樹誒。哦，喲，爽啊嗬！雲頂嘅個樹誒。你是 Halloween 是辦啊？冇啦，禮拜四就辦啊。禮拜四咪 Halloween 都差唔多。冇教㗎啦，禮拜四我都就教。冇教啦，31號啦。咩事啦？哦，3禮拜啦。2禮拜。Halloween 就冇關幾樣件啦。肯定係 Halloween 是夾劍瓜嘅嘢嘛。隔年啦，咁 Halloween 啊，鬼出嚟。就 pumpkin shoot。鬼唔是阿毛拍檔咩 ？OK， 等我愛話啥？冇咧。OK， 你等下你騎先話啦。Halloween 唔是阿毛拍檔啊？伊人有入來破檔咩？冇，咱咪使講啦。Halloween 嘅 topic 肯定嘅時間講。冇啦 ，Brave 冇係。Halloween 嘅時間講，有啲聽。Halloween 是美國人嘅物件嚟嘛，唔是咩？冇，你除 Halloween 嘅 history 看，係咱個講啊，係咱講 Halloween 嘅 history 做咩數樣嘅？Halloween 嘅故事，然後講你無頭嘅鬼。未 Sleepy Hollow 呀？蘑菇你做咩物件蘑菇？嚇！啲問成爛。啲酸啊！你做咩事咯？家你派係家人嘅。蘑菇講嗰啲鬼故事我聽。我攞你。你係話破柴。係話破柴。破柴啊！咩數？OK， 巴魯3節整，แล้วป้อมแม่มาปัดต่อเอวมาแล้วหมอขี้ไรคุณแช่อากาศเตรียมกุยนั่นอย่าป้อนสิ你知唔知半暝不到腰啊？人啊，會發生數啊，較管過規世界人。幾百。有啊，不過我成個我白日濟人啊，只少講半暝不到腰，才佢哋食白日個料是我係本來嘅 friend 個人。你本來 friend Asian 嘅。OK 嚟講。แล้วหมอขี้ไรจู้กิมตันมี啦。แล้วหมอจู้แล้วว่าหัวขี้啦想愛食啦ว่าก็แกสิรับหนุ่ย啦แกสิรับหนุ่ยแล้วเนี่ยแล้วโหแล้ว啦แล้วหมอบ่คุยโหยมาว่าเราเป็นคุยโหยมาI mean ที่เอาไว้จู啦จูแล้วโหแล้วพัง冇招啊，攞冇招啊。冇佢就係我潮煮就潮上了รู้แล้วกิมตันมีมาแล้ว你這是講隻金蛋米嘅嚇？哎呦，南西煮嘅金蛋米好食啊！有啊，反正你煮我食。南西煮隻切物件不正好食嘅。我都 try 嘅金蛋米看，哼，我冇味我愛南西，你擔我俾錯。無啦啦叫我煮金蛋米，我能食。嚇，แล้ว今日都多啲誒大瓦缸裏面啊嘛，แล้ว今日就減一項物件。兼 spring onion， แล้วหมอที่สังตูช่วย咯อะไรชิงชงแล้วหมอยา出嚟แล้วหลังจากเสร็จ前期แล้วหมอยาช่วย scissors 嚟กะแล้วเดี๋ยวแล้ว
我啲聽條 headphone 聽條物件，然後紅險唔知係咩事，嗰條炸哦。哦。OK， 聽條 headphone 會條炸啦。哦。แล้วเดี๋ยวกี้ค่ะแล้วว่าหมอที่กาแล้วกาแล้วเหรอจีไปกาเดี๋ยวให้เนี่ยกาเดี๋ยวว่าเห็นฟอนได้สองตุ้ยน้องตุ้ยโบเสียคิดว่าพี่ของยำหลังเจียงอันนี้你聽到人講啊，是你個記者。กาลูกขี้ชอบตุ้ยอ่ะโบเสียหีอ่ะมาเห็นฟอนแล้ว有เสียเจียง你是你個記者啊，是這樣？冇，我啲奇怪，安怎我係風冇聲氣？你安怎我加是個安尼做呢？係咩物件嚟？我加個大啦，戳攞對攞過去，結果咧加掉伊家己嘅 cable 啦。你這是 AirPod 啊？係咪嚟？你 AirPod 了？冇啦，我 iPhone 嘅 cable 啦，伊 headphone 啊，那麼加戳攞對啦。你如果聽到人講係咩物件啦？係啦，唔知啦。哇，雜包嘅聲。雜包嘅。Android 係這樣做嚇。啊！對起啦，加了對起啦，我都邊講嘅啫，一啲咩臭話啦，佢哋了你130塊間年呢？特別冇你講是 Android。你聽到講，你加對是你個講啊？嚇，都好加對落去 ，immediately 冇聲氣啦，係嘛 headphone。嚇，冇聲氣啊，聽到人講啫。嚇，人講啫，你我講嘅啫，係咪數？你裏面你有隻裏面哦，是冇隻氣啊？就隻啦，就隻。你冇隻就你線，你要搏。冇啦，依度加攞對氣，你一邊掉氣啊，個一邊掉到電話。特別如果你加掉是加掉你實咧，你壓咗啦，係咪？佢壓特別你未看對唔見？你成壓。唔是，伊係咪數本來未加掉嘅，因為伊迄個冰眼一啖嘛，你一個長嘛，你拖掉我轉過去白白加。哇，激死！可憐大 ，OK， แล้ว弟弟頂一個禮拜，因是講一半咩？講無聊。แล้ว對起。係咪乜都對起？哦，你咪講，我只忘記你琴日。係。留禮拜，แล้ว continue， แล้ว冇講係你到底係你講嚇個姐。哦，個姐。嚇。見奶。我跳出去你姐入邊咧。嚇，แล้ว過了幾年後啦，แล้ว伊當本愛搬厝了，แล้ว成日是有新嘅厝主愛大啦，還哪愛到對大入去本，แล้ว伊有請師傅來，特別就好笑，伊就請當人嘅師傅。哦。嚇，แล้ว就去邊做物件啦，做法事咯，做了，都人就走แล้ว到對好一暝啊，頂 same night 嗰時。第二暝嗰時安尼款啊，แล้ว我嘅子伊冇本是上落去 toilet 位咯，你伊度真奇怪，伊度去看迄個夜姐那邊咯，你一看到那邊，安怎唔是我邊啲那邊主因為 reflection 呢？白人嘅 reflection。嚇，白人 reflection，特別是無頭毛嘅啦，無大嘅，แล้วอีจุ้ย就是 after that 看到แล้วอี就走啊咯，我佢知道走，行到แล้ว走啊咯，แล้ว就是過去一暝後就一隻鳥跳落去啊咯。哦。嚇，แล้ว就是迄個姐英文就愛冚掉แล้ว本無通用了。哦。安啦。你小英啊？無啦咯，迄間厝無啦咯，迄間厝真啊，吉利嘅，伊有兩個四個房間，伊個了是房個了嘅，了伊是厝，伊是陽房嘅厝頂個了，伊下晡時真啊熱，成個歐文安尼款嘅，未大人嘅啦，了伊後尾個了是香蕉粽啊、果果粽啊、樹泥粽啊，安尼。แล้ว是真係刺激啦，伊是隨雲南甘榜來嘅啦。你特別冇
個厝啊，伊厝本身嚟看，特別我冇想到講好貴啦。如果伊厝啊，伊是到底過啦江沙嘅呀？哦，嗰架車。係咩？過啦江沙係 highway 啊，大擺有數位嘛。哦。啊。到底過啦江沙，特別我不聽過就是，伊過啦江沙邊有一個火車站嘛。แล้ว是火車站個是迄個 tunnel，迄個火車橋會ข้าง位。不，伊是火車站，伊是人因為只停那邊啦。แล้ว伊我特別是聽講有，伊唔是貴啦，我是講聽人講有人到底迄邊嘅位，講聽就講人去迄邊位自殺。哦，哈。啲火車位，可能有時困到啲火車位，可以火車硬嗰樣嘅可能。哦，冇啊！即係你講到火車吼，唔是人邊咧學緊火車，多數卡火車站啊，舊嘅嚇。等到我人嘅等就是愛去多數卡附近，冇多數卡 BM High 嚇。我人大擺幫學了，就是愛過火車站。白過迄個火車路，แล้ว到去到巴士站搭巴士嘢咋，แล้ว迄真正濟學生大擺看到火車 stop 迄邊，แล้ว都未穿，按照講未入去開邊，一個是那邊那個另外過來嘛，แล้ว一樣個啦是按照過，一樣個啦是back in between 迄個 cabin 嘅啊，แล้ว迄個 connection 呢邊接頭嘅，แล้ว有幾哪里本事大擺掉咯，火車行了跋倒，แล้ว一頭那邊硬死。แล้ว就是真係看得咯，嗰條路，嗰條火車路。我人大擺 camping 誒愛去食 supper 嘅時，啲等，本是愛過迄個火車路嘅，แล้ว真陰陰濕濕真吉利嘅。so far 冇聽到啦，แล้ว個一條本是伊迄邊有起一個湖橋，我人真出名叫湖橋的喲。唔知啦，細漢嘅時是聽爸母講，迄條橋吼，伊會，咱唔知有聽過講橋會卡，加了是幫囡仔頭嘅。唔係喎。吼，伊迄條橋是真 special 嘅，伊是規條烏色嘅，鐵做嘅咧，伊規條烏甲烏嘅。แล้วอีสิ fly over 迄個火車路嘅，แล้ว真正濟囡仔過去邊哦，會無地氣嘅啦，這是聽我 parents 人講啦，แล้ว唔知是真啊，囡仔頭嘅了，夾老啲邊位。哦，變咗死老闆條。哦，唔知咯。อันนี้看到แล้ว過了講到啲แล้ว我企老爸企馬，樣就好少樣搬走了吼，แล้วI think 嚇，我係一代迄個阿達厝了，樣搬走了，一年那邊呀，伊人都 pass away 了咯。哦，我企老爸成貴先生，แล้ว接到了I think 3個月4個月。就教我騎馬，好好嘅，樣好好嘅，真係好啲嘅。嗰陣時真係後生嘅，成是30-40歲嘅，你看呀。哎呦，你少年呀！真少年個，伊冇喎，真係樣嘅，樣七八揸車樣做近啲嘅嘛。แล้ว就是唔知啊，冇 diagnose 啲係咪就是喺貴先去咧？哦喲，你執掉啊！接掉咯，上一年咯，上一年。如果隔離嘅資人嚟哦。有咯，有一個地大嘅然後了村裏個了嘅菜，安尼看咯。了大嘅呢，就是好肯看到家己嘅影嘅啦。伊唔知個係咪數啦，就是伊的規個 family 啦，搬走呢啦，就是真係 bad luck 了咯。我大嘅妻子同險在做加一個肉菜呢，都在有，伊樣有一個咪先加肉菜嘅嘛，伊家裡無地氣一支，就是真正 normal frequent 嘅工嚟就佢伊人做canteen嘅事嘛，所以樣愛加肉菜了，
就是唔知係咩事，就是自己家裡無啦啦肯吹入去，嚇搬走過嘅時嚇，然後就安尼款咯。然後伊家荷人本好甲伊 husband divorce 咯，嚇安尼款咯。我就是咩物件，我咪去食就是講安尼款咧，做得換一嘅事做掉。嚇換一嘅，然後我嘅客個就變摩多咯，變甲馬尾真驚，好似裝安尼款咯嚇。然後個啥咧唔知係咪數啦，未記啊嚇。就係嗰時我大嘅數啦，有大嘅啦。就是安尼款嘢咯。我就是驚我買隻貴嘅物件，就是我驚講安尼款做女咧，但是做女人幫時啲 relationship 啊，無平安啊，嗰啲小命架路啊，可能。係啦，成日一個做 curse 安尼款咯。啊，成隻衰，然後就他們就好事嗰啲發生嘅時候，阿婆正常咪阿婆就教我哋拜鬼。係咩啊？拜鬼，有時個做你咪做啦，可能。哦，嚟做下咩咧？我咪唔知。冇啊，做嗱，係你啊。Lady Gaga 當然是 Lady Gaga documentary 啊。哦。你拜鬼啊？定到嘅是，我是看到只阿啲個唔知有影冇影啦嚇。Netflix 你是唔是起嚟話開啲啊？哈對，แล้ว我就看到伊個有隻 article 寫講特別係你 article 無接樣嘅。documentary 嘅了，伊是關係甲伊嘅一個 secret society 嘅。去坤，hello，去坤去 ，hello，聽到無？咱聽，咱點看，你聽看聽，哇，看間咧大聲嚟啊！咱聽看伊 screen 嘅 pop up。你點了？就是要等一個無佢哋頭，就是可以困。下面困，下面啊 ，hello， 哦，我聽到伊喊呢。是咯，我是聽。特兜嘅喎，你見一堆你嗰啲嘢冇甩晒。跟住就係車咧，我搭飛士個車。環境冇可能。誒，你上課時咧，佢哋咧伊個厝嚇，佢等下。你看到，那是講咱看到伊個影係我特啲咧，伊頭腦起來而已。嚇！佢哋影係叮當，啊，攏來咱我驚死啊！看咗睇你查甫囡仔。哎呦，嚇對！啊！伊對伊去啊，對伊去韓國。你往行伊啊，講好伊困掉時候，我看到伊旁邊有影。好，看的是有影，我看到係咪影？無啦，電你啦，所以啦，當然唔係嘛，所以呢是車是咱家講嘅。哦 ，OK。買啦，呢真係歹啦。叫伊看到對嘅，家己看到對要。你特晚冇？冇啦，咱人家了接攞沙大聲講以前要講，佢咩走，後背咪叫叮當。我咪做對係 next topic 嘅，所以咪得走。伊被安怎到對，伊都困個八了。也車，我 topic somehow 也有車。個電話回路啊！然後你講係你 teddy bear 嘅貴嗰數。teddy bear 貴我這是 one of the 貴啦，你貴嗰數就小嘅頭，然後就係你 teddy bear 咯。teddy bear 你講你朋友是唔是一個？作聲，點知伊是講係 Barbie doll 呀？哦，伊是John mute 你睇，我 mute 呀。我朋友是會上來，伊是香港嘅會上，按怎講啊？善戶。哦 ，father 嚇。啊，伊是善戶來。都是伊啲做嘢工嘅事啦，伊個拄着一個。講咩工？我當然冇做善戶啦。睇下伊退休了。
退休啦 ，OK。退休，特別伊人都知啦，伊人father，伊人退休本伊是去做工，伊斗骹手，芭蕾。伊平常時，伊平常時有，還是鬥看到幾，還是伊平常時就逐擺未看到幾啊？無，伊真正無上幾個人，伊無講幾個故事，安尼款嘅物件，即個是奇怪咗真正。好，伊是即個是真正特別嘅經驗啦，真正特別。啦，唔未 explain 嗰隻咩水嚇！伊去即個細村啊，為了家己嘅烘烤燈嘅啦，所以伊去鬥骹手病嘅事啦，就是安尼款啦。你講看 case 人冇聽到你講。講會唔會我講伊個鬼故事㗎？我未記得，一早我記講伊是。OK，所以伊去鬥骹手去做伊個 service 啦，啲禮拜時，所以伊特別去大啲伊個厝啦 ，because 伊個村真正開個伊個家己大個位，所以伊去大時，伊咩啊？伊到啲伊厝個時，看到啲伊個第一樓嘅窗啊，有一個囡仔，啲搖手甲伊啦，安尼看下手甲伊，所以上講是一個你知啦，一個 Church of England 嘅神父會使教英嘅嘛，伊人有決定嘅，所以上講一個是伊個查某囡仔啦，แล้ว伊查某囡仔啲劍一個 teddy bear 啦，劍安尼款了，手甲伊，所以伊手做最啊 ，OK 啊，所以伊接佢。伊接佢厝時，伊個 host， 伊個下咧附邊嘅村嘅神父，留互伊一個紙寫講，我無佇，你家己白去吹你嘅房間，你下你嘅白了來吹我佇伊個烘烤燈啦，我有佇伊烘烤燈，你家己來吹啦，所以伊去厝講，來咯，伊幫伊查某囡仔了，伊個媽，本我想伊個媽，是去吹伊個媽誒，媽會家己真正去吹伊家己真正，所以伊媽無佇啦，所以規厝空，伊講，安尼來咯，後尾所以伊留伊個查某囡仔，家己一人佇厝安尼款誒啊，所以伊叫伊囡仔就無半人佇厝，所以伊去吹即個神父是講。我看到你個查某，家己一人佇厝啊。所以即個神父嘛，成個看伊成個，伊講蝦米鬼？伊講蝦米？我無教英啊，我無查我無好寫啦。So at once 伊無開場了，伊講即個是真正來路物件了，伊咪成個直講啦，無伊把路拄甲即個先會咪甲伊加路嘛，所以伊無講半行了阿妹是伊困了無蝦米事，了困起來早起時嘅，啲伊門窗有一個 teddy bear。Oh my god！ fuck！ 即個這是個我聽啦，特別伊個 teddy bear 啊，伊本是無講甲伊個厝個神父無講，甲伊講就無伊翹起來伊個 teddy bear 下佇伊個 chest of drawers，伊下佇內邊房間爾，伊無講半項甲伊。唔知啦，無條啲是伊個神父佇後邊個厝邊成個做一個 practical joke 甲伊啦，本是會嘛，別嚇伊。有你見到有人做講，有可能嘛。你叫這個請個 actor 啊？唔知喎，叫伊個隔壁人嘅囡仔來做好嘢啊！我唔知啦，就是伊講嘅款嘢，特別伊無講半項，伊無 react 做一句。了，較晏時啊，baru 舊年啊是定兩年啦。我去下你厝你知無？我都教你嘢教英下你厝。哦，講啦，我有教你伊小英。我係要幫嘅嘛，就。要幫你邊一隻就18啦，嚇，哎呀，我冇收了啦，係你小英啦，等我吹小英。我想我冇收伊去啦。那是我教你。Then 我另外一個經驗就是，聽見他講嘅咯。
哇，我想到啊，我諗講見啊 ，OK， 我這邊有隻 restaurant 係，我就是去食誒，一隻好食嘅小晏，好食嘅鄧人嘅 restaurant 啊，伊香港嘅人嚟。然後我這邊我嘅厝呢，就係去正花車㗎，5分鐘就夠啊。然後我就特別去較濟時，也較濟時去參我嘅鄧人嘅朋友食咯。然後我嘅朋友到一個司機名是meeting嘅。伊早我到我路當佢係3歲，咁伊個機會較假時，伊到往到去啊咯，還是 baby 就是喊，伊讀不到時就去誒，出事 baby 出事，時往到去入面食，特別去食小鴨，食伊煮物件，然後因為一條，都無去啊，隻久無去啊，咁我講阿做你我問伊啦，我問伊講。要去到咯，又講無未啊，然後就去咯，夾 Bruce， 然後就佢哋打我講，真係冇去，你冇去即個只係 because 係小阿姨嘅，佢馬路隔壁就先，阿文呢小阿姨陪個真係家人嘅，當然，咁我就佢講你冇去，但係佢講冇去啊，我冇得意思，幫我講，係啦，佢講我打我去啊，嚇，伊早我一直會較假時，伊嘅後尾有隻。伊隻 extra 嘅成個 party 嘅 room 嚟看啊，咧伊個門是成個 moon gate 咯，就 moon gate 嘅，伊個 moon gate 啊，伊個門嚟看就伊看嚟看嚟啦，你都見通過，伊是只鄧人就按呢咧鄧人咧查咧喺邊嘅，伊合併 second section 後尾 section 特別冚開嘅，伊無人用嘅時就冚開，可能頭整嘅但係好，咧伊個規間 restaurant 是無同啊。伊部你被看到睇，我是接來但你可以貴咧 restaurant，嗰陣是一邊，嗰陣是 artwork，嗰陣你茶等人嘅 cake 茶，你無同嗰陣時，即係暗嘅。伊本都開會係食，但係你會點樣食暗？伊講好，我唔知，我看到伊啊，知道時候悄啊，特啲後尾係一解咧暗嘅無會嘅人，一悄。你驚哦，唔敢去啊，唔敢到啲。到花話到啲去倒呢？伊本是日去，我日逼伊去解去。特別唔知哦，見到有當時有 imaginary friend 啊，啥物物件。好啦，我嚟知。但係你冇聽，應該對你冇聽到啲隻 episode 啊，唔使講過，唔使講嘢嘅。較早。較早就係是。講住。等下你放這裡出。頭早講嘢啦。林，歡迎林。我被吹彈了啦，大家好。你邊個數林？我林。林幾個數講哦？我被幫照啊！兩個幾個數就是佢被包槍幾個？我冇。兩個把兩個幾個數？愛小看白。係咩嘅？愛小看白。我被幫照啊！後尾人手冇幾個數被撳。咱點一點鐘20分。你兩百看到發藍嘅發藍嘅，按照講，福建話 hers 是係咪 ？hers 刮叉車。刮叉車。帶刮叉嘛。安尼平常嘅，安尼普通。安尼刮叉車啦。都冇另外一個特別嘅名啊。冇啦，哦車。哦車啦。唔是，靈車，咱叫。靈車。靈車嘛。你叫靈車咩？我叫刮叉車。有刮叉，你是。我車本嚟。靈車。他是叫靈車。靈車本嚟啦。靈車 ，OK。靈車 ，OK， 我看這個發藍嘅靈車。咱過這個發藍嘅，咱過掉，咱坐巴士時過掉這個發藍嘅靈車，了伊個 tourist guide 按照講旅行嘅，按照講導遊啦。嚇？導遊啊？唔是啦，導遊啊！伊個導遊講人聽，啲發藍啊，伊人嘅靈車，
伊人做个真正水诶，有真正花啊！等啊，我 share screen 互人看。真正水啊！你看到你袂看出诶啊！你袂看像个，你无像个死人啊，是虾米诶？哦，我本學掉啊，變咗學緊咧4年，我學掉零車，我唔係聽到零。我想你講零車，我就想講係攞入零。哈，嗱，你看。哦，你成個人硬光流血啊，即係花車花車咧，花，แล้ว人過時，哎，啲借花真係水啊！哦，梗係按呢咯。哈，應該是真正有類人嘅。唔知，แล้ว伊人本是講啊，你若是過掉，安尼款嘅車是 good luck 啦，即係你若是過掉，哈，好去。特別你若是過掉人啲結婚期，嗱，下你是衰，下你是真衰。結婚是衰。哈，結婚是衰，特別靈車是好。伊花上面來我知，伊乃攞呢頭。哈。伊有效應嘅。嗰隻靈有啊，有當年啲放掉我看掉。無，伊講小英，伊個人嘅死人嘅。伊人大頭小英。我無看到一個小英。伊個車，原來伊個車嘅花嗰陣時係咪？定當時咱冇有啦，我媽出山時，你若是死。是 sentiment 嚇。時候咪是有放花咯。放花，伊花到嘅倒啲邊啊，喂！是講你無呢零啊，無呢水零嘅啦，你我咱覺得車是惡呢。家庭同家買多。嚇！家庭係臭布。喲，我真係臭布。家庭出來人啦，家庭嘅人出來。就係我比較聽伊人嘅話。冇，家庭是伊個孫啊，伊個孫囝。同嘅嘛，同七個嘛。on tweet 嗱，這裡是哈，wrong deck 嗰一個唔是古嘢啦 ，Canson 應該是 Canson 嚟啦嚇。人等人出靈車出嘅時，人是愛叫龜橋啊，人就愛講，是唔是？就係。แล้วยังก็ยังไอ้กล้วยเกี่ยวอ่ะยังก็ไอ้เกี่ยวต่อไอ้กล้วยทะเลนี่จุ้ยกล้วยล่ะเดียวแล้วกล้วยอังกองเกงอ่ะแล้วอีปุ่นสิไอ้เกี่ยวเนี่ยเดียวไอ้แล้วก็จะได้ว่าสิ講จะได้อีหลัง有店真正無按照講無啲試刷店什巴店係你見唔見咗你知喎哦，係你開來我知，開來。見咗，你見咗嗬，伊冇有中有金，個有銀嘅咯，對唔對？其實即個物件我唔知攞相信無相信啦。咱細漢嘅時，咱定係穿鞋啊，咱有 sports，咱但係是用生雞肉。cornel 啊，是啊，叫咩啊？叫咩啊 ？corn 啊，對啊，成 corn。แล้ว雞卡巴，雞卡巴嚇，雞卡巴啦，แล้ว真好笑，冇就是唔是。我是雞卡巴，一個一個叫胡蘭嘴，發聽過哦。哦，胡蘭嘴是迄個人台湖咧，以為伊係絲色啊。胡蘭嚇，咧一條啲人係白有嘢啦，無呀，咋你冇是生一粒啦嚇，แล้ว我 actually 胡蘭嚟，伊是成個胡蘭嘅形嚟，伊唔是胡蘭啊。嗰時我馬騮啦，對佢名乜嘢名？即係人咁。叫條湖南，人哋成個湖南嘅戲，一隻人我唔知個流浪隻人，嗰時講嗰時判條湖南一個係聲嚟嘅，其實伊唔是咧，你唔記得成個湖南嘅。哦 ，OK， 了嗬，咱就掉啲單，佢頂多是唔是冇有意嘅嘛，唔使愛用薄係咪物件嘅嘛，了老人就講講，你看到即個靈車過嘅時，你都愛停，了嗬，你都愛翹伊見唔見咗？然後也伊見見咗喺邊演咧，我而家是見咩位下佢吐伊，吐咧嗬，你都係掂啲咧架隻阿妹咪可以啦，做咩節目都走。
出味咯哈，真係出味咯！誒，有影我能做，你知喎？四人車嚟了啊！嗰日見到啲頭卡，頭咩頭 A 停冇到，咁咩又嚟切？誒，我冇聽過哦，別人都冇聽過咁我講啊，咁樣嘅。這是老人家啦，話英國中聽了搖頭硬事。誒，你人看到這個暗無？看到這個暗。你人會記得發南小拍嘅時，有啲報啲新聞，這個去上去落去西港去伊個街路，中央街路了，都有啲伊個身軀了，家己燒家己。我是小英來嘛？啊，你去上是這個暗來嘅啦。哦，這個暗來嘅，啊，伊駛伊個車落去西港，去伊個坡地。坐落啲嘢嘅落嘅中央，多嘢油啲嘢身軀了，家己燒家己去。因為規世界新聞㗎了報。啊，即出名嘛，啲小英。哈，你聽到真係直壓啊！伊人個燒伊個車，伊人駛伊個車轉去伊個暗。哦。真老嘅去上了嚇。哈，冇咁絕老啦。差不多60幾歲爾咯。哦，我咧伊冇迄個，有迄個係咪叫咩啊？舍利子啊？係咪是？阿韓舍利子叫係咪 ？Relics 啊。哦。我想伊人燒伊人嘅骨頭粉啊，啊，你看到你人看這個小英無？啊，你人會記得這個小英？啊。這裡是第部嘅 helicopter 走Sài Gòn 了，伊人越講都贏了，貴隻越講都贏。你Sài Gòn là bên cũ mà. Ha, lúc khoa chơi sao anh lúc eki chơi lao á, lúc khoa. Thằng nào chơi lao ní si anh con khỉ léo, lúc khoa. Tao mau ủi tiêu. Anh con khỉ léo. Bởi biểu. Si anh con khỉ léo, bởi ủi chính ra. Xin nè lão cái léo khí cái chỉ sĩ kề. Nếu cái bé cái léo ý lang bị cháu Sài Gòn thì cháu khí lại biến chỉ lệ lão léo khí ý lão tính. Anh ấy chế lang bị anh cho chế chỉ lệ helicopter. 我係一個講自己請來話做工嘅請來講嘅伊就是啦，伊到對伊嘅大寶嘅到對伊邊那邊是到來。我是來自美國啊嘛，但是對去個伊個爸寶到對去是伊個爸寶就是後尾就係一個 helicopter 嘅人嚟。有呀。伊爸過去，伊媽甲伊去到啲 helicopter 位，伊爸未去，所以伊爸甲伊嘅別個人出來人，搭波個另外個或者貴啊隻股個拍正貴啊是個 meet 到對啦。喲好正哦，我覺得你本。好啦，你知咯，我前日遊路啊嘛。咱個咧先，拜拜。OK，個話咩啊？冇咁大啊！我不多要就去食，咱講 Halloween 嘅事。你成日去幫照啊？愛幫照咧個食。然後今次各位聽小聽，這禮拜咧只濟人咯，但係走起咧就是即個 Skype 合併嘅會阿涵加大立撐，一對整個藍啦，有。Otito 啊，個阿韓啊，拜拜。嗱，你看，你是唔是點搞？你看，個阿龍啦，車啊，阿龍，咩嘢？但我忘叫你別車。點咩？我諗看到 ，OK， 男細路講，我看到我唔知你驚喎。講下聽話。看到一個囡仔影經過，是咩 ？reflection， 你 reflection 咧，你後尾睇下係咩？誒，你叫呢個呀？我俾下。噔噔噔。噔噔噔。
伊就扮耶。我叫你，或者到底去聽你叫你走嘅個。伊無我走唔到啊！伊無免逼你講係咪啊？伊無係咪有變個啊？個我皮坑。OK，佢哋咧冚大聲啊 ！OK，等我講咧是個阿龍，我就講一冚大聲就車，是講叫車。一個是講冚大又車，我好了。แล้วก็นำไซ應該將嗰個蘑菇㗎。拜拜。個主持人走起啊！你有冇發現到呢個？今次各位聽眾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我你咪講係咪話？我講條招啊。誒，亂啊 ！YouTube 嘅人咧，阿龍，看你都俾到對看 video 阿龍。是咯。就發到對。我能制是地區換證啦，我自己。阿龍。會記聽到對無新年特別會開啊，都問困個，新年特別開一個困，開一個困。今時各位聽就是無變即是 YouTube 嘅 closing，YouTube 那是講定時擺你 miss 掉嘅 episode 就飛，然後那時你俾 subscribe，然後訂閱 subscribe，但是 subscribe 嘅時候你個訂閱定呢往 live 嘅時候你點？